新正年包红包是要祝福求一个好运，也若这红包乐啊是由家己所设计，安尼就加较有意思啊。伫咧中华呢，有班的老师是开体验课，教民众设计过年的花草印伫咧红包乐啊，也佮有村仔顶头有喜气，嘛有心意。 新正年头包红包，伫台湾传统风俗有祝福、保佑平安健康的意思。民众趁过年前来制作红包乐啊，有今年蛇年的蛇，佮有代表幸福的币宝，都连外国朋友嘛来体验。台湾人会说，在过年会说那个“翁来”，翁来，所以就是加丰年。我教伊华语，也想讲来带伊来体验一下，更加了解台湾的文化啦，也是讲一寡特别的图案。我设计的是日本风格的蛇，敢若迄塔迄年糕安尼，然后面顶加一个柑仔安尼，大吉大利的感觉。教课的王依萍老师，逐年拢会设计大张的版印年画，今年特别办课程，教民众为设地板开始设计画图。 雕刻，最后把家己设计版画印伫红包乐啊甲村仔顶悬。除了可以做年画以外呢，我们可以做比较小张的，有春联啊，或者是红包啊，大家就可以在这边做自己喜欢的图啊，你可以融入一些 hockey 的那种字在里面，或者是有图案，像苹果、令狗就是那个会有平安嘛，那柑仔、橘子也是那种很有吉利的感觉。 过年包红包的风俗，相传是因为伫古早时代，二九暝会有妖怪作孽欺负囡仔，包红包会当辟邪，嘛有第二钱的讲法。演变到今，包红包正做是新春的祝福，也若民众家己动手做红包乐啊，要互今年包出去的红包心意更加特别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